家等我哋嚟重溫一下彈結構成脈施工程序嘅重點。喺每次使用工具之前，必須再次複核清楚，確保所用工具嘅準確性。所有量度工具都一定要定期測定，同埋做好維修保養。喺施工之前，工友一定要檢查有關最新嘅施工圖則。工友要夾清楚有關圖則之間嘅互相配合。要用全站而相互複核3個政府測量站，確定坐標數據準確，先至可以用佢嚟開出新嘅地盤坐標。要用平水儀相互複核2個政府嘅平水基準，確定數據準確，先至可以用佢嚟開出地盤通光平水線。要用1手尺嚟開線，以避免累積誤差。喺做完每5層樓嘅時候，要用鐳射水準儀複核十字通光線，以保障佢嘅準確性。必須要壓實泥面之後，先至可以打木突或者鐵枝。板面上打平水釘，大約要2米中至中距離。每次開完脈線，工友必須自己先進行複核，然後再聯同工程監督進行驗收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